机仔的，甲伊关做震动，还是甲伊关机，互咱专心一致来甲咱的上帝来聚会。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兄弟，大家平安。咱即马要来吟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第7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咱即马安静心，三脚压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过去一年牵阮的手，行过侪侪困难，嘛经历侪侪丰富。感谢你现在，互阮拥有的一切，阮的家庭，阮的事业，阮有同工，阮有爱阮的朋友，互阮的生命处处充满有疼的学习，甲感恩的心。阮也感谢你未来替阮备办上好的物件，互阮充满愿望，迈向喜乐的明载。愿人拢尊你的名为圣。现在，阮正行入要用祈祷的心，全然享受甲主结连亲密的关系。求主消除阮属家己的思念，用真实的心敲找主你的心意。因为阮还无开喙的时阵，你已经知影阮的需要，连阮心内上细声的呼求，你一点点拢袂错过。阮假使啰嗦一再麻烦主的请求，主你也袂听阮的祈祷，因为只有你知影阮的软弱，了解阮的渴望，你会带阮伫你指示的正路面顶，互阮清楚明白你的旨意。阮即马要用谦卑忏悔的心，求你接纳阮，赦免阮高高甜的罪。为着阮有心无心伤害别人的话，为着阮用嫉妒看人的目睭，为着阮贪婪看重名利的手，为着阮无温群服侍的双脚，为着阮骄傲冷淡的面容，拢求主赦免阮日常的罪。对伫阮家己无关系不义，拢无注意关心；对伫别人的过失，阮过头的指责，常常阮伫行为面顶，互人绊倒，无关心身边需要阮帮赞的人。阮安尼一改搁一改，将主钉伫十字架面顶，主，你敢会听？你的心咧流血，虽然阮安尼对待你，你犹原疼阮，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互阮体会主你的疼永远无变，互阮有换心正直的灵来见证主你的荣耀，也求主装备阮结出圣神的果子，互阮当失望的时，锻炼吞忍的愿望；互阮当成功的时，培养感恩的心，见证主；互阮伫中有搁较坚定的心智；互阮伫危险中间有搁较大的勇气来面对；互阮受责备的时，有主来的安慰。互阮互人懊恼的时，谦卑归荣光互主；阮会友中间有丧失亲人的，主你知影因痛苦的心，求主安慰的灵，甲因同在。有人身躯受病痛拖磨的，求主用你的方法、时间来成就医治，互因有平安的信心来面对。有事业、经济一届搁一届拄着困境的，求主施落智慧、信心，互因成功的面对。阮家庭关系受到阻挡的，求主施落深深的疼伫阮的中间，来拄起艰苦的心。即礼拜的学册，求主祝福属你名的囝儿，有智慧、平安、健康的灵。通过考验，
徛头无徛尾，来见证主伫伊身上奇妙的作为。阮国家的经济社会年金、重分、长照、能源的议题，求主使政府官员有智慧，用公义甲疼心来爱人民，爱阮即块土地，互台湾宝岛搁较充满美丽的愿望。阮教会事业体求主互阮有智慧，超找你的旨意。引带固守你所想事的产业，除去阮家己的意念，转到当初甲主宣告的誓约，互阮的牧师中职同工会友，伫带主任牧师所领受对上帝来合一宣告的意向，互搁较侪的生命。灵魂得到拯救甲帮助。今日带牧师的传讲的信息，要成做阮扩展福音事工的快乐甲帮赞。阮的祈祷无完全，阮即马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你的病，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日我写入阮的鼓舞，亲像我写入阮的爱。无你带阮入去，叫阮带入歹，因恶万年阴光无所，代代无去。阿门。今晚咱要来三甲启应，启应文第5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6页。启应文第5篇，咱来宣告，我来启，大家三甲来应。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情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伫帐棚。也亲像勉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射到天的迄边，摇发律法交传，摇发干净确实，摇发教示正直。摇发命令清洁，敬畏摇发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搁较醒目。搁你的萝卜犹食会受警戒。是注意会知影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摇发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
咱即摆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4首，那落地直直走，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妇女合唱团要引带咱三角来敬拜阿罗，因要献的诗是唯一的救主。我最感恩。
声，拢归荣耀予咱的上帝。愿主纪念因手所做的圣工。咱即摆要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第13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第13节。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传入伫刺。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以上愿上帝祝福照伊话去行的人。接下来，咱今日特别有玉山新学院纳鲁湾团客要来到咱中间，甲咱献俄罗的诗。第一首是主恩典教阮用，主恩典够我用。第二首是上主拢保护你，上主都保护你。
上帝足疼咱的，伊的恩典有够咱用。接续咱蔡主任牧师要引传予咱的信息是：耶稣论基督，愿人拢尊你的名圣。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主甲是咱的祈祷文，特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阮恳求主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当照你的话去行，来荣耀你的名。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主甲是咱的祈祷文，咱要来看这个祈祷文的第一个祈求。咱顶回有讲到祈祷文的对象是咱伫天顶的爸，然后咱来看这个第一个祈求，就是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还是讲愿你的名圣。要看这个祈祷文进前咱来明白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伊总共有6个祈求，咱会当来分做2个部分。头前3个祈求是第一部分，后壁3个祈求是第2部分。然后这个祈祷文因为分做这2个部分，伊帮助咱去了解、学习祈祷是有一个顺序的。咱看起着头前3个祈祷文，是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还是讲愿你伫地上、世上掌权。第3个是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这3项祈祷是甲上帝以及上帝荣耀有关系。就是讲，咱伫祈祷的头前是爱尊荣上帝，然后伫祈祷的后壁面。是甲咱实际上的需要有关系。这3个祈祷是：阮的利息，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伫试，爱救阮脱离迄个歹。这3个祈祷是甲咱实际的需要有关系。所以，这咱提醒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咱的祈祷爱将上悬的地位
献予上帝，这是达先爱求的。然后才倒转来提出咱真正的需要甲期待，对上帝显明，对上帝表明咱的心意。即个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甲咱讲的，讲恁来达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咱所需要的，咱真真正正的需要，上帝拢要加添互咱。所以咱今日第一样学习就是讲，咱无论是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祈祷，或者是咱平常时咧祈祷的时阵，咱来明白这个顺序啦。咱先归荣光互上帝，求上帝的国家伊的义，然后才求咱实际上的需要。咱今日要来看的题目是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而且是讲咱的翻译是愿你的名圣，这是讲起着名啦。咱知影名其实对咱来讲是真有意义的。咱中间所有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啥物种族，无论你对倒位来，咱拢有一个名，对无？名是咱会当互人称呼咱。其实名有真有意义。今仔即个祈祷是焦点是伫上帝的名，但是咱头先来看名的意义。通常名是代表人的存在甲价值。一个囡仔一出世，父母也是讲长辈，大家号一个名，表示即个世间加即个人。甚至咱的法律规定，咱来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登记，表示即个人开始有法律的地位。你若要去登记，你就要有一个名嘛。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存在甲价值。你要学到一个人，你学到即个人讲你做啥物代志真好，你唱歌真好听，咱拢会用伊的名来学到伊。甚至一个团体嘛有名，比如讲咱妇女合唱团，今仔咱鲁湾合唱团，即拢有一个名。咱要骂一个人，要侮辱一个人，嘛是用伊的名。所以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存在甲价值。甚至即个名毋是用一世人尔，佮延续落去。人讲好死留皮人死留名嘛。所以名是代表一个人捌存在过，以及伊的价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名咧号名的过程中间嘛拢代表一个期待甲祝福。因为咧号名的时阵，拢有一个意义啦，拢有一个期待，拢有一个祝福。因为咱名是要用真久嘛用一世人甚至咱肉体死亡了，咱继续即个名留伫的留踮一寡人的心内。甚至你若是真伟大的人物，会留踮一寡教科书内底。所以名拢真慎重啦咱咧号名的时阵拢真慎重。我毋知咱敢有人号过名我是捌号过几个啦比如讲我的囝名，我甲无顺流参详来号的最近我去年离开富强教会进前富强教会一个长老伊讲牧师我拜托你一件代志我10月要做阿公啦拜托你甲我的孙仔号一个名。我讲即名爱号有意义的爱念起来好听，佮有信仰意义的我讲是要生查甫生查某？伊讲是生查某的10月份要出世你们这号名比写工作比较艰苦上几个月。到尾阮这长老姓吴啦，我拢爱号即个名胡清安因为这吴是一个十一个月一个口啦清是一个日一个月一个子啦安是一个宝盖头下骹一个女嘛我来做一首诗互伊胡家10月多一口日月有主来保守家中有女多平安，喜乐恩典到永久但是拜托你毋通请我来号，因为比写工作比较困难啦所以伊讲这名要用真久所以拜托爱详细号，谨慎来号所以咱号名拢是有意义，有一个期待。咱看到圣经中间，上帝嘛捌人改名的比如汉原本在叫啥？
叫做阿伯兰对无？上帝来改名，互伊一个有意义吼，改做阿伯拉罕，意思是讲要做济国的老爸。这名代表上帝对伊的期待甲祝福。伊的太太撒来改名做撒拉，意思是公主的意思，表示有尊贵的地位。我记得雅各，我们这个雅各是咧人掠嘛，掠即世间的物件，到尾改做以色列，意思是讲真正的人得胜。所以人对名有一个期待吼，长辈号即个名有一个期待，所以期待即个人会当活出名的意义。但是有真侪人无活出名的意义啊。比如讲，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吼，有一个好名，叫做撒该，对无？撒该是一个真好的名，意思是讲公平，还是讲正义吼，即个意思。但是撒该原本底敢是即款人，毋是嘛？原本底伊是一个抽税抽象的嘛，人抽足侪钱，歪哥足侪钱嘛。所以来咧叫撒该的时阵，公平正义一点仔嘛无公平正义。后来，感谢主，伊拄着耶稣，生命改变，较真正互撒该变做撒该啦。咱咧号名嘛，袂当无了解伊的意思啦。譬如讲，阮过去有一个小组长，伊来讲，伊想要组一个小组，要号名吼。伊讲最近有一个祈祷真好，叫做雅比斯的祈祷。我讲，伊讲要合作雅比斯小组。我讲雅比斯的意思，你敢知？雅比斯的意思是痛苦呢。你这痛苦小组，那么规个小组拢做痛苦。雅比斯因为伊老母生伊的时阵做痛苦，所以来叫做痛苦。但是因为伊知影伊老母生伊做痛苦，所以伊爱活出尊贵的生命，互伊老母得到荣耀。所以咱的号名其实是代表一个期待甲祝福啦。这是名的第二个意义。名的第三个意义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咱基督徒，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个人生命的救主了，咱的名变做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安尼讲，伊讲好的牧者伊照着名呼召家己的羊，然后带因出来，伊就行伫伊头前。所以咱的名咱信耶稣了，耶稣把咱的名记了，伊要引带咱行迄个救恩的道路。甚至到启示录21章27节讲，只有名写伫羊羔生命册顶面，才会当入去新的耶路撒冷，成做上帝国度的百姓。所以名对咱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嘛。这种是名的价值。但是咱今仔日要看的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比这世间的名拢搁较高贵，搁较应当敬畏。咱来看上帝尊贵的性命。上帝的名是代表上帝本质。咱知影，咱一般来讲，咱若尊敬一个人，咱袂直接叫伊的名，对无？拢会加一个尊称。所以，譬如讲，大家叫我，拢叫我蔡正道牧师，对无？袂直接叫我的名嘛，咱中间有一个人敢直接叫我的名，就是阮牧师娘，对无？但是直接叫名是代表亲切啊。比如说有时咱嘛咧求叫耶稣，讲耶稣啊，耶稣啊，救我，迄是代表一个亲切。但是当咱尊敬一个人，尊敬到某一个程度，咱就毋敢叫伊的名。所以到底咱的上帝叫啥物名？咱若看出埃及记的时阵摩西第一遍去拄着上帝的时阵，伊甲上帝有一个真精彩的对话。上帝差遣伊去以色列人的百姓中间去传讲上帝的意思，对无？伊就对上帝讲：我去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恁祖先的上帝找我来遮找恁，甲恁讲啥物话？因会头问讲，上帝叫啥物名？我要对伊讲。这个时阵，上帝就对摩西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圣经翻译做“我是主有应有”啦。现代中文有部分翻译做“我是创始成终”哈。伊讲主有应有，主人离人。这个啥物意思呢？这意思原本底是讲，
我就是我所是啦，吼啊，意思是讲，我就是迄个家己存在，毋是因为其他条件才存在。我毋是被创造的，我是原本地就存在，而且永远要伫地，永远要存在的。啊，这是上帝伊对摩西介绍伊家己，吼啊，即个字吼，伫希伯来文吼，简单讲用4个字母吼，就是 YHWH 吼来写吼，因为希伯来文伊是写子音，伊无写母音吼。啊，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吼，真尊重上帝的名，咱的10条诫的第3诫讲，袂当滥觞称上帝的名，所以因读到遮的时阵，因毋敢拿上帝的名读出来。啊，所以因就伫边仔吼，注解写一个叫做阿多乃，意思是讲我的主。所以因读到遮的时阵，就读阿多乃讲啊，这是我的主，吼，毋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啊，到后来吼，时代演变了，吼，就是即个阿多乃吼，伊毋敢直接发即个 YHWH 即个音吼，伊毋敢发，所以因念阿多乃。后来时代演变了。无人真正知影讲即个音要发啦。啊，但是吼，为什么咱今日讲叫做耶和华上帝？吼，是因为吼，到尾逐只阿多乃甲即个 YHWH 来合作伙吼，煞变做念做耶和华。啊，其实应该毋是安尼发音啦。你若看天主教的圣经，伊是翻译做亚伟，比较可能是即个发音，但是实际上咱无清楚。但是对安尼，咱明白讲。以色列人伊对上帝的名非常尊重，尊重到伊毋敢去念伊的名。这是上帝的名的尊贵。啊，所以咱今仔日咱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咱讲愿你的名圣，还是讲愿人拢尊你的名最圣的时阵，即句话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牧师要分享4项物件，咱来学习。当咱用即个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咱就爱想着遮个代志。吼啊，咱看12页到咱的周报的12页到13页有即个笔记大纲吼，迄今仔小可有登达去吼，所以恁家己照即个吼，伊顶悬咱写3点吼，其实也有4点吼，无需要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咱爱注意的就是讲，当咱讲愿你的名圣，讲尊主的名最圣，咱第一项，咱爱明白的讲，咱咧做代志的时阵，毋通。假用上帝的名，吼，这牧师分做2个部分，甲大家分享。第一，就毋通假用上帝的名去命令别人，吼。咱有时吼，咱为着要说服别人接受咱的话，咱会惊讲咱讲话无够力，啊，所以咱会假用某一寡人的名，讲这是啥物人讲的，来强调即个话的权威性。这我细汉我就晓用啊。阮老母无伫个，我要叫阮小妹去倒粪扫。我讲妈妈今仔命令你去倒粪扫，妈妈交代哦，吼。啊，妈妈交代讲，倒顶这支鸡腿是要互我食，吼。我拢会安尼来讲，吼。啊，其实是我想要食啦，啊，我无想要去倒粪扫，所以我假用妈妈的名，吼，因为妈妈对这个我的小妹有权威性嘛，吼。啊，但是若转来妈妈知影了，也出我老讲，吼。咱有时阵会假用人的名，有权威的人的名来支持咱的讲法。啊，若咱伫信仰顶面安尼做是真无好。有的人为着要说服别人接受伊的话，假用上帝的名来强调伊的话。有的人真爱用这种方式讲，哦，我有来自上帝感动，上帝感动我爱甲你讲啥物话，是我祈祷过6礼拜。才感受到的，所以上帝意爱你安尼做。如果咱若要安尼做吼，咱爱真细腻啦，吼，因为咱爱明白，咱的感动感真正是对上帝来嘛。上帝若要伫咱中间行啥物款的代志，伊通常拢会互参与即件代志的人有共同的感动嘛。比如讲，一个查某囡仔去甲一个查某囡仔讲。我祈祷真久，上帝老感动，讲你爱嫁我。啊，这查某囡仔来讲，那咱结婚的代志是2个人的对无？啊，等上帝感动我，我较嫁你。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一定爱两个人有共同的感动嘛。所以相反，咱咧使用上帝的话来命令人的时阵，爱真细腻啦。咱宁可较谦卑的讲，我有祈祷了，我有即款的感动，但是这是我的感动，我的意见。即件代志甲你有关系，你爱家己祈祷，爱家己追求上帝的心意。这是比较较好的方式，毋通假用上帝的名来命令别人。第二项，咱绝对毋通利用上帝的名来为家己谋取私利。有一寡人会利用上帝的名替家己谋取利益，甚至欺骗别人。咱知影有一寡宗教的诈骗的行动，伫咱的社会中间发生。这是违背上帝旨意，这是严重的罪行。所以，若有一天牧师甲你讲，我祈祷了有感动，讲你爱互我啥物物件你会当摇嘴仔老讲，这是严重的罪行，毋通利用上帝的名来替家己创造私利，这是第一大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咱伫祈祷中间，毋通滥觞使用上帝的名，因为这种情形通常是祈祷的中间发生的。咱知影，咱的祈祷是对心对上帝祈求。咱伫祈祷结束的时阵，咱拢会讲，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求，对无？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所以咱的祈祷爱真慎重啦。第一项，咱绝对袂当清清彩彩。马马虎虎黑白祈祷，咱的祈祷的态度若真凊彩，这就是滥觞用上帝的名，因为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嘛。有的人食饭祈祷讲感谢上帝，你赏赐我遮尔好遮尔好的食物，我身体得到利益。叫目睭一拍开，讲哇，今日菜色较遐尼歹。祈祷清清彩彩，滥觞用上帝的名。第二项，咱祈祷毋通为着要满足家己的私欲，无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上帝。圣经中间讲，恁求也求袂到，是因为恁滥觞求，要浪费伫恁的宴乐中间，为着家己的私欲来祈求，想要用上帝的力量来满足家己的想法，真无好。有的人赛车爱超速，佮祈祷上帝爱互伊平安。有的囡仔无要读册，学生囡仔无要读册，佮祈求考试互伊考了好。咱来明白祈祷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就是咱对上帝的信心。圣经中间讲，只要信，恁若所祈求会当得到。但总是这个信心爱有一个基础。这信心爱明白上帝的本性啦，上帝无可能支持伊反对的代志，所以咱对上帝的信心是来自咱对上帝的了解。上帝是一个疼的上帝，但是伊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无可能为着满足咱的心意去做违背伊本性的代志，这安怎来理解？所以第二项，伫祈求的中间，咱毋通滥觞用上帝的名。第三项，咱伫咧讲话的时阵，毋通侮辱上帝的名。咱常常伫讲话中间亵渎了上帝的名，讲上帝开上帝的玩笑。特别是真侪人真爱咒诅即件代志其实真侪人爱用但是咱爱真细腻耶稣基督嘛。根据咒诅，伊有讲出伊的想法。咱爱明白，就是讲，为什么要咒詛？就是这人表明，为着表明伊对家己所做的代志、所讲的话，为着要证明家己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伊会咒詛嘛。咱看到我伫我细汉的时阵，迄阵若要到选举，特别选举要投票前一暗，迄阵就有人站街头对。即马较少啊，即马站街头可能有若无市场啊。迄阵拢站街头咒诅、咒毒抓，表示讲
伊所讲的是真实的，伊以后会照伊所应允大家安尼去做，真侪人拢安尼，但是即件代志对咱来讲是，咱爱真实去思考，圣经中间就咱讲，利未记19章12节讲，恁袂当指着我的名发假咒詛，侮辱了上帝的名，侮辱了上帝的名，就是讲，其实伊咧表达一个，咱所讲话就是爱诚实，袂当讲白贼。若讲白贼的人，佫要用上帝的名来支持伊的白贼，这是违反上帝的心意。甚至到新约的时阵，耶稣基督佫较悬的标准，伊讲恁讲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佫加讲的，就是出自迄邪恶的。这是咧对咱讲安怎？讲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上界重要是咱的人格。咱喙讲是，心就是想是的，喙就讲是。那心上毋是，你来讲毋是。做耶稣基督门徒，就是爱值得咱信任，值得别人信任，无需要用咒诅来支持伊的想法，伊的讲法。这是咱的学习啊！伫教会中间，咱当然毋是用咒詛，但是咱教会中间有的情形是爱誓约，有几种情形爱誓约。譬如讲，牧师中级同工要就任的时阵，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誓约。这是真严肃的代志，因为咱是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甲上帝立约啊。如果若清清彩彩黑白回答，心肝所想的甲做出来，甲讲出来无共款，就是侮辱上帝的名。比如讲，长老要就职的时阵，牧师拢会问这长老讲，长老的职务是要协助牧师治理教会，你有要安尼做？当然长老拢讲有啊，咱教会可能无即款的长老，可能有的长老想讲。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我应该是协助教会治理牧师嘛，心肝安尼想，若心肝安尼想，应讲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安尼就无诚实，爱真实回应上帝的要求，所以咱爱真实明白来讲，伫教会中间的就任式，这誓约是真要紧。佫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伫婚礼中间嘛。婚礼中间有相款的严肃性嘛，因为婚礼是一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立约嘛，特别是伫上帝面前立约，就爱教育三款待，爱认真去经营婚姻，安尼即款的婚姻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牧师嘛会问因啊，问誓约的事啊。讲无论人生拄着什么款的情形，是顺境逆境，你拢爱永远听伊，款待伊，诚做你生命中间另外一半。你有要安尼行无？大家嘛讲袂，我要嘛拄着一个讲无爱，但是心肝敢是真正安尼想？这是咱别人每一个人拢会当相信你所讲的，但是上帝真实会当监察咱心中所想。你毋通想讲先应付较讲啦来带转来较讲，袂当用即款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那咱凊彩回答，就是侮辱上帝的名，这是咱来注意的。最后一点，就是第4项，咱来正确尊敬上帝的名。这下面有3点，其实是第1点是总论，后边2点是咱的回应。所以，咱圣经中间咱教是讲，愿人拢爱尊你的名做圣。咱来注意哦，这祈求毋是讲上帝的名需要人去尊伊的名做圣，伊开始圣，毋是安尼。伊意思是讲，愿人拢知影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因为一寡人也无认捌上帝，伊毋知影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嘛。所以，咱用恭敬的态度来尊主的名做圣。咱还有2种回应，就是下面2项要讲的。一种是伫言语顶面爱回应，一种是用咱的生命回应。所以咱爱安怎做？咱爱学乐主的名。圣经中间讲，伊的名爱受学乐，
所以咱来到圣殿，也是讲咱日常生活中间咧灵修的过程中间，咱敬拜俄勒，将上帝荣耀归乎伊，因为上帝的名是应当受俄勒的。啊，搁第二项搁较重要，就是咱爱用生活中间的见证，帮助别人认识上帝。你无可能讲来到圣殿中间唱水的诗歌，学了上帝，啊，祈祷中间学了上帝，叫出去甲人冤家，共款一个喙讲无共款的话，这毋对。更较重要就是讲，咱伫生活中间爱做真好的见证，互人羡慕咱的信仰归荣光互上帝。我说过去捌甲大家分享过，一个什么叫一个信仰好的人？咱一般对信仰好的人，咱来看就是讲，啊，这个人真爱读圣经，啊，真爱伫教会服侍，啊，伫教会内底做真好的见证。这一般来看，这是真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标准。但总是真正好的基督徒是安怎？伊出去外面的时阵，别人会当透过伊的作为，伊所讲的话，明白伊背后所信仰的上帝，然后将荣光归乎上帝。这才是真正好的基督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散会比聚会较重要。咱伫遮学了上帝的名，出去了后，咱来借着咱的生命的见证，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互万百姓拢会当尊上帝的名做圣。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求你帮助阮，互阮领受你的话，明白你的话，也会当实践你的话。求主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用嘴学到你，也用阮的生命的见证，引带众人来认捌你，尊你的名做圣。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吟诗回应上帝听甲上帝话。圣诗第181首《阿罗主摇花》，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伫奉献的大圣，我来代表教会欢迎第一届来到阮
相连教会的朋友，你若伫外口还袂填写闹名表，你即马坐位面前，还佫有一个卡片，你家己填好你家己的资料。阮执事来受奉献的时阵，你着交执事，互阮有机会来甲你欢迎。你若头一届来到教会，无明白奉献意义的人，毋免勉强来奉献。咱即马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将请起立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赐阮日日的需要。阮即摆为将阮的时间、才能、金钱，心甘乐意奉献伫主你的面前，求主圣化做你圣工的路用，阮有智慧来管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主
请坐。即摆我要来报告，咱第一点，先要先开报告周报第6页，青少年牧区事工。青少年牧区讲座主题是青少年的读书法，讲员是洪英正博士，对象是本会青少年甲家长，时间伫1月22上午10点半，地点伫12楼礼拜堂。即马有1分钟的影片，要互大家参考。这数学好难哦，我都不会写。陈杰，你在做什么啊？啊，我在写数学啊，可是我都不会写。哪一题啊？唉，我也不会写啊。你也不会写，那怎么办？这次考试好难哦。对啊，你看我错那么多。你们两个都别说了，成绩都比我还好。我每天都念到3更半夜，但是成绩还是一样的差。啊，你又在为考试而烦恼了吗？不要担心，在我们教会1月22号早上10点半，我们特别邀请了洪英正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为何要读书和读书的方法。不要担心，让我们一起参加好吗？好。这数学好。家长嘛会使参加啦，吼，会使一起来学习。先开周报第5页，咱2016年12月定期小会议决通过，定伫今年的2月22第3场礼拜以后，有伫10楼礼拜堂要举行2016年度的会员好会。请大家爱甲这个时间保留，万一你若有重要代志袂使参加好会，请你决定爱来甲教会来请假。当日5场礼拜拢照常的举行。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国内外宣教奉献主日。总会本年度推动的传道事工。有新安宫，有开拓教会，有培育写作事工，国内外宣教事工。愿兄弟来大家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支持。集体关怀本会会友兰德从兄弟、主任长老婆婆，秋桂姊妹伫1月7号。安孝主怀定伫1月21，即礼拜六上午9点半，伫5股礼拜堂举行安孝关怀。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恭喜本会会友朱友伦甲刘宥嘉伉俪伫1月11。喜获千金，愿上帝祝福新生儿甲全家。咱先开周报第7页，面顶有一个基督徒袂使毋知的8堂课，时间2月初5到3月26，拢总有8堂吼。每主日早影9点到10点。有洪德长老伫7楼703教室，即摆抑阁有足侪名额，请大家踊跃来参加报名。下骹阁有一个装备课程小组训练的，暗时7点半到9点，带牧师上课的，地点改伫7楼的礼拜堂，即有改所在。其他后壁有一个
大岛的地沟爷，咱身体欠安兄弟的大岛，请大家来注意大岛关心。接续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大岛。大家平安。这个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叫一个沈茂营先生，沈茂营先生。好，来欢迎，好。来，还有对巴西圣保罗等来圣缪甲满会夫妇，坐伫遮哈，还有迄个高子涵，就是文浩兄的查某囝哈，今日要大家说多谢，甲何太太哈，要大家说多谢。有咱有顶礼拜有举行宴后的个别式吼，即个伊的爸爸陈显生先生伫咱的中间吼，要咱说多谢，咱也持续为着遮个家庭来祈祷。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需要的时会当向你恳求。阮愿意将所有的荣耀拢互你。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中间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主你亲自赐落福源的力量，互阮当完完全全福源。阮中间有心内悲伤的，求主赐落安慰，互阮重新得到快乐，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阮也要将所有的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用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伫你的疼顶面不断成长，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佫有一项袂记介绍，咱的迄个玉山新人院的院长吼，不信达利院长伫咱的中间吼，甲遮那鲁湾合唱团的。咱也爱持续为着新人院吼来祈祷吼，特别为着咱的院长吼，伊前一站吼，就是咧参加迄个学校的侍奉周的时阵，咧挂草吼，叫蛇咬着了吼。真严重吼，感谢上帝，互伊有恢复吼。你也知影讲做院长，哪爱甲学生做伙去挂草吼，所以需要这个行业需要咱大家共同来关心，好，多谢。咱头拄第一届来到双连教会新朋友坐伫边仔的会友，请你电乐以后来招待遮新朋友到10楼的贵宾室，互阮同工有机会来甲你介绍教会。咱的礼拜是到电乐结束，遮完整的一个礼拜。咱电乐迄阵，咱爱供受车恳来祈祷安静心。咱即马要来吟上言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会众起立来。Oh
愿天父上帝慈悲怜悯，耶稣基督的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大家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岛谢温，享受车欠。